再来看疫情解封，花莲县政府是真认真的拼员工。4月份有直飞越南的航班哦，即马又搁争取到愈侪国际包机。7月份会搁直飞泰国、韩国等国家。花莲机场航空站2楼入境大厅，内底是冷冷清清，连一个观光客都无。扛棒顶悬敢若有华信航空一班发行机。附近的民众讲，花莲机场讲是国际机场，不过使用率真低，实在真无彩。不要说国际线的啦，国内线都每天大概1班2班而已吧，觉得很可惜啊。为了活化机场的业务，在疫情解封了后，花莲县府争取包机的业务。4月份已经开通花莲直飞越南岘港，7月会直飞泰国、曼谷。另外，目前当地个韩国又苏达航空预计重新启动直飞，上近年底会当搁飞。交通对观光来说是非常重要。那花莲拥有这个国际的机场以及国际的这个港口。那国际机场的部分，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包机的部分来活络它。另外，县府目前嘛伫甲日本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等等国家来讨论直航的代志，在地观光业者是真期待。国人今年蛮多都是选择出国旅游，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包机。增加一些这个外来客源，来弥补我们平日的住宿率。花莲航空站表示，民航局今年特别要求花莲机场都要提高使用率，所以会推出几项优惠，还有减免国际航班的降落费等等的利多，希望会当吸引国际航空公司去花莲设立维修站点，和包机的业务甲定期航班会当维持正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